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一支17个人的登山队，15号出发去花莲爬基来东陵山。其中一个山友甲大家失去着联络，17号风吹着的时阵，已经无生命现象。其他16个人因为天气真冷，佮落大雪，到山屋暂时来避难。但是剩一天的牛草状况原来真危急。这个山区落雪嘛影响到救援人员的行动。一直到早起，空勤总队出动直升机，总算陆陆续续把这山友救落山。直升机为真悬的所在翕落来山顶几片白雪是白雪，不过救援人员无心情欣赏雪景，爱赶紧去救人。直升机降落地，救援人员甲受困的山友慢慢扶落来，因为脚淡薄未接力，赶紧赶上上救护车，为人平安回来，无人不幸过往。你有回去找他吧？有啊，常常有。是有找到他，确实发现他在路上，是不是？对，倒在路上。对。讲到拄到山难的山友，线所有领队面笑着点灯。这一支17人的登山队，15号爬花莲的基来东陵，16号下晡当早起胜利的山友，蒙山行到碰见，大早日透早，伫咧惊叹河堤附近的林线桥发现，不过已经无喘气，剩咧10来人无早雪地设备，暂时踮伫咧岩石中峰山屋避难。不过，只敢若通食到19号，在17号、18号分别出动2梯次的救援人员，共8位上山。我们同仁在上面当举步维艰因为山上积雪大概都30公分。天气歹，继续伫咧落雪，所救的进度重点。到在今仔日透早9点，天气转好天，消防局申请直升机协助进行救援。目前已经有出现头晕、腹痛，有一些高原反应。所以也请求航空器的支援。空勤总队透过直升机派人员前往到现场，将罹难者载入山，含时间歹天气招标比赛，要让全部人平安回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